来关心国军年度反增加演训，天马操演26、27这2天会伫屏东举行。26这天也就是昨昏，是用新型拖式2B飞弹发射车头盖进行实弹操演，要佮发射的是拖式2A 的飞弹。另外，为着要验证看咱新的新型 M41A7，也佮有 ITAS 拖式的发射系统的能力，即马嘛头盖增加伫夜间射击。 拖式2个飞弹，感觉红色的飞弹尾流火对天顶飞过，变做一个红点，精准射着目标。水片喷开，场面正震撼。这是新型的拖式2B 飞弹发射车到台湾了，第一遍实弹射击。国军天马操演26正罕见伫暗时射击，验证历险上加辅助对瞄。 这边射12发，11点射中目标，射中率正高。新式的装备它整合了为一个所谓的目标获得系统，那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的成像的解析度。这粒体重6个海，差1点仔就射中目标。拖式飞弹要拍了准无遮简单，因为无亲像标枪飞弹会当射前锁定，射后不理。射手除了可以 持续抓紧握把之外，持续追瞄目标。那再借由系统的辅助追瞄闸门，来辅助射手，能让飞弹的命中率提升。虽然 M41A7 爱塔拖式发射系统会当强化射中率，不过射手也是要持续对瞄。一定要先熟，然后呢才能够再组。我们以后要多打。今天练习赛，明天是正式比赛，还要再看明天的成绩。 郭立雄到场勉励官兵，除了发加菜金，也直接对参训的官兵比赞，提升士气。不过虽然是用新式的拖2B 飞弹发射车，不过射的依然是线道型拖2A 巨飞弹。因那新型的1700粒无线导引的拖式2B 飞弹，郭立雄伫咧6个时阵北讲，会伫年底进行全部拢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